步，困求你救赎。第二节，我伫救主面前反悔，痛开我有话，教我洗清拄起我罪，主的确话。第三首祝福齐恳的诗歌398首。398首，来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救赎大好，听人亲像家己，听人亲像家己。练习到这，请有带手机啊，甲手机啊关机，也是转做震动。
你着往野花唱歌，全队拢着往野花唱歌，着往野花唱歌，祝写伊的名，日子传播伊的救恩。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中间讲起奇妙的所在。因野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；伊伫正神面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。圣诗27首，我主上帝。咱三甲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得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。
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现在用上帝的话来启应。启应文22篇，也就是诗篇95篇。启应文22篇，来啊！咱来唱歌学乐上主。咱就要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，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来极强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万权的阿爸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学乐你。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你是安尼法，是阿米迦。你是全知、全智、全能的上帝。你是圣洁、智慧、荣耀、权柄、能力，你是万王万主的主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的心思意念所讲所做无合上帝你旨意的，得罪你这侪人，求主你来怜悯阮、赦免阮，求主的保护洗清阮一切罪，除去阮一切不义。求主帮助阮每一天伫你的面前，拢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显示阮有换心正直的神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的圣洁、公义、真理充满运行伫阮的国家，除去阮的国家，你看因遐做不公不义，互阮的国家继续行伫民主自由的道路，真侪列邦列国的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复兴火不断倒伫阮的教会，求你的听甲合一充满伫阮的教会。同心合意，兴旺上帝你的福音，互阮的教会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阮的社区的金灯台。亲爱的主，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枝，帮助阮时常甲你结连做一伙，来结出丰盛的果子，来永神一人。亲爱的主，除了你以外，阮无别的拯救，因为伫天下无赐着别个名，互阮会当来得救。亲爱圣神，求你充满阮，互阮的性命亲像活水的江河，不断对阮的内面来沁出来，互阮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互阮的性命会当成做最长的祝福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愿一切颂赞甲学乐拢归乎你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学乐，圣我你要用主，我伫遮带咱来敬拜。
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第60到第10节的下，搁有启示录第1章第8节到20节。《使徒行传》22章第6节，我行要到大马士革的时，差不多是中昼，忽然有真强的光对天顶照伫我的周围，我跋落去涂骹，听到有声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地迫害我？”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啥物人？”伊应我讲：“我就是你伫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遐甲我做阵行的人看到迄个光，无听到对我讲话迄位的声，我阁问讲：“主啊，我着做啥物？”启示录另外一位是启示录第1章第8节。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将来嘛存在的全能的主上帝讲：“我是安尼法，是阿米加，我是约翰，是恁的兄弟，甲恁做伙分担耶稣的患难甲吞忍，阁有份伫伊的统治，为着传上帝的信息甲耶稣的见证，我把带伫一个名叫做拔摩的海岛。有一个主日，我受圣神感动。”听见伫我后面有大声，亲像喇叭在响，讲：“你着将所看见的写做册，寄互以弗所、士米那、伯加摩、崔雅、崔达、撒狄、腓拉提贵、甲罗底加这7个教会。”我活当心，也要看对我讲话是啥物人。一个活当心有看到7支金灯台。灯台的中央有7位亲像人子，穿一领随落到骹的长袍，胸坎下金带。伊的头甲头毛亲像羊毛遐尼白，亲像雪遐尼白。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的骹亲像过火炉锻炼的光亮的铜。伊的声亲像大水在呛的声。伊的正手提7粒星，伊的喙吐出生命内的剑，伊的面亲像炎热的日头发光。我一个看到伊，就趴伫伊骹前，亲像死去的人。伊用正手喊我讲：“毋免惊，我是起头的，嘛是煞尾的。我活着，我有死，现在活着，袂永永远远活着。我有死亡甲阴府的锁匙，所以你着将所看见的，以及现在所得发生，甲以后会发生的代志，拢写起来。你所看到我正手提迄粒星，甲7支金灯台的奥妙是安尼：7粒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支灯台是7个教会。以上。愿上帝使咱所读的话，搁遵行伊的真理去行的。讲到与圣牧师今日所传讲予咱的信息是：主啊，你是一罪，我着怎样做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予咱会当搁一遍进入伊的圣殿来敬拜伊。咱拄则读第一段圣经节，是使徒保罗。伊前往大马色的路中参主3拄，这段故事，这段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内面隆重出现3遍。第9章、22章、26章，是安怎同一个故事，爱讲3解？因为对保罗来讲，这是改变伊一生上宝贵的一段经历。保罗毋是耶稣12使徒之一，但是却是伫咱基督教会史顶面上伟大的一个使徒。伊将耶稣基督福音伫耶路撒冷传到整个罗马帝国，到今仔日，咱看全世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的信徒差不多27亿。保罗伊出世伫当时基利加大所，就是今仔日土耳其的纳达亚这个所在。
当时迄个城市是东西宗教、文化、民族混合的一个国际城市，嘛是贸易的中心。保罗是犹太人，伊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，是属以色列便雅悯支派。因为伊老爸有罗马籍，是罗马的公民，所以伊出世就罗马籍。8岁时，老爸对伊将伊送到耶路撒冷，接受犹太人的宗教教育。15岁，伊成做加马列的学生。加马列是当时犹太公会的议员，嘛是法利赛教派律法的权威。所以保罗军队加马列来学习律法。伫保罗青年的时，伊有一个立志，就是伊仰望以后，伊会当成做犹太人的列比，也是成做公会议员。所以伊对这个目标一直打拼，要来达成这个目标。伫当时，咱知犹太人是受罗马帝国来管辖，因所期待就是弥赛亚会当早一日临到因的中间，互因会当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因所期待弥赛亚是一个用君王的身份临到，所以保罗伊无法度接受当时的人讲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囝临到这个世界。对保罗来看，耶稣是一个目青的囝，嘛无受什么特别的教育，竟然军队的人讲耶稣是基督，为着人的罪来死，甚至死了第3日过活。保罗无法度相信这个，特别是当五旬节了，这信耶稣的人哪来哪济？所以徛伫保罗伊的宗教热诚，甲对传统犹太教的这个危机意识，伊徛出来，要来消灭这个建立军队耶稣的人。伊认为耶稣对因来讲，耶稣甲伊的学生因所传的是违背犹太教，对因来看是一种的异端。保罗伊的希腊语的名叫做保罗，希伯来文伊的名叫做扫罗。伊的名第一遍出现伫圣经是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58节，就是当司提反伫遐见证耶稣基督过活，或者个公会人杀出来到城外，用石头将伊钉死。伫迄当阵，钉石头的人将因的外衫脱起来，放伫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骹前。第60节讲，扫罗嘛欢喜伊的死。到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开始，就是教会受困毒、受迫害。8章第3节，扫罗大陷害教会，入别人的家，拖因的男女送交罗家。煞接，伊去求大祭司，互伊公文，互伊到伫大马色的会堂。那拄着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拢会当将因捆绑，送转来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当时的保罗。总是，咱毋通忘记，上帝是介入人类历史的主宰，上帝嘛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宰。当保罗这人因行到近大马色的时，忽然对天有光四面照伊。扫罗跋伫地里，伫遐，伊听见有声，甲伊讲扫罗扫罗，你啥事困着我？伊讲主啊，你是谁？迄个声甲伊讲，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伫这个时阵，对扫罗心内发出一个问题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我着怎样做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，我需要搁一遍来提醒咱，检查咱已经真久毋捌问这个问题啊。做基督徒久，所以咱已经麻痹啊。咱无搁看重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但愿圣神会使去搁一遍帮助咱，互咱对心内
重新发出：主啊，你是之水，我着怎样做？启示录是规本圣经内面上恶读的一本，因为真深、真困难，所以真侪人读到启示录进前，就无搁读启示录。其实，你若认真详细来查考启示录，是圣经内面上有愿望的一本。伊的主题是荣耀甲愿望，甲咱讲所有的困难的背后，拢是上帝的掌权。上帝要带领咱进入一个更较悬的境界，就是人的福气，毋但是世上的福气，是有一日当咱离开世间了，咱会当进入上帝国度，甲上帝永远徛起。这才是咱上大的福气。使徒约翰伫90岁时，当时的罗马皇帝多米田，甲伊放逐到拔摩小岛。伊伫遐看到启示，圣灵甲伊讲你所看到你爱记落来，传互后代人。佫有声甲伊讲即个国外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君王，是元首。所以使徒伫启示录第1章真清楚甲咱讲，荣耀、权柄、尊贵，拢是属于耶稣基督。咱毋通失落这个信念。主耶稣，你是之水。第一点，咱看第8节，主上帝讲我是阿里法，是欧米伽，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者。阿里法是起头，欧米伽是落尾，是希腊语的字母第一字甲上尾字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耶稣基督是起头的创造者，嘛是最后的完成者，是起头的，嘛是落尾的。人类一切历史拢包含伫伊的内面。因为你所信靠的主是起头，嘛是上尾的，所以伫你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咱爱用一种不变的信念来倚靠伊，因为伊是一位全能的上帝。第二，伊是荣耀的大祭司，是荣耀的王。咱看12、19、16节，是描写咱的主耶稣。第14节则讲，伊的头壳甲他们拢白，亲像白羊毛，亲像雪。什么意思？是代表圣洁，代表荣耀。过来讲，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人所掠做会当因目的歹邪恶，伊拢会看透，因为伊有亲像火焰的目睭。15节，伊的脚亲像光明的铜，亲像经过火炉锻炼的。脚是要用来行路的，铜的脚所到的所在是带着光，带着愿望。本来讲，伊的声亲像济济条水的声音，就是会震动人的心。咱常常讲一句“扣人心弦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耶稣基督声会当带来活命甲能力。再讲，伊的正手有7粒星，这是代表保罗所建立7间教会的使者，伫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主保守。再讲，对伊的喙中吐出生命来的剑，代表耶稣基督的话会刺杀人的心。这就是咱的主上帝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之水，伊是荣耀的主，是审判的主，是咱的大祭司。第3点，咱看17节，在写讲，约翰看到这个景象，就趴倒伫主脚前，亲像死一样。主用伊的正手喊伊，对伊讲：无得惊，我是起头的，是煞尾的，也是活的。我捌死过，但你看，我是活到代代，佫有阴间、死亡锁匙。耶稣基督是永远活的主。今仔日伫咱的中间，伊向咱启示，用无同的方法来呼召咱，那咱要怎样来回应伊？保罗伫主的面前，主讲：主啊，
你是一水，我着怎样做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受主的拣选，成做伊的儿女，主遐尼疼咱，保守引带咱所经过的日子，总是咱敢捌问过主讲，主啊，我着怎样做？我着怎样做？第一点，你爱关心你的囝儿孙，甲你的亲友的信仰问题，关心你的囝儿孙、你的亲人朋友的信仰问题。这位沃基纳牧师，伊捌讲过一个故事。伊讲伊的丈母92岁，年纪真大，所以真侪代志拢袂记了，嘛袂认得人。有一日，伊67岁的囝心肌梗塞来过身，所以厝内面人真丢毒，讲毋知要互伊知，还是无爱互伊知；毋知要带伊去教会参加个别礼拜，还是无爱。讲若是带伊去，伊嘛是戆戆掂掂坐伫遐，毋知影家己的囝已经过身，总是若无带伊去，伊的心内佫无法度放心。最后，因决定嘛是带伊去参加伊的囝的个别礼拜。当即个92岁的老大人，逐项代志拢毋知，伊坐伫教会内面，别人咧做甚物代志，伊嘛无反应，只有掂掂坐伫遐。总是当牧师讲，咱做伙来读诗篇23篇，伊亲像敢若活起来共款，大声对人读，一字一字读啊真清楚。读了，人带到伊囝儿头前，伫遐瞻仰仪容。伊行到伊囝儿头前时，伊伫遐问两个问题。我感觉这两个问题是真值得咱思考的问题。伊第一个问题问讲，伊看到伊的囝，问讲 ：Is this my boy? Is this my boy? 这个敢是我的囝？第二个问题，伊佫问，伊讲 ：Did God bring him to heaven? Did God bring him to heaven? 上帝有带伊到入天堂无？伊敢有行到入天堂的所在？这是两个问题，是值得咱爱思考的问题。咱有关心咱的亲人无？咱有关心咱的好朋友无？有关心因所行的路？到尾是会到天堂，还是未到天堂？会到伫上帝遐，还是未到伫上帝遐？这个混沌失智的老人，最后伊还伫遐关心伊的囝，我的囝是毋是有到伫天堂？死亡毋知当时要临到咱，就趁咱上帝要留咱活命时，来关心你的囝儿孙。来关心你的朋友，因所行的路程是行为倒位？你有关心这个问题无？耶稣基督，你是甚物人？我着怎样做？耶稣是你的主，是活命的主。若无伊，咱就无永生的性命；若无伊，咱就失去人生的意义。基督教毋是报咱一个真悬的道德标准，是甲咱讲有一条路，你会当甲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，然后这个关系会当引带你对这世人行到永生，就是安尼。互你伫今世成做上帝器具，来互上帝所使用。第二点，我着怎样行？你爱甲上帝建立爸囝的关系。Bill Bright， 伊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 UCLA 的教授。伊喺传记内面，伊安尼讲：，伊讲，伊信主了后，伊上挂虑的，就是伊的老爸还未得救。伊的老母嘛一直为伊老爸祈祷，总是伊老爸自我感觉良好。伊感觉讲，我毋捌做啥歹代志。我做人嘛真好，真成功，大家拢真尊敬我，所以我无需要去教会，我毋免去教会，
Millbright 真正是挂入伊老爸，逐日为着伊老爸来祈祷。有一年感恩节，伊等于到耶厝。咱知影美国人是用感恩节等于到爸母的所在，伫遐团圆。伊要转去进前，伊就咧想，伊讲我即摆转去，我要传我的老爸真坦然来担当。伊讲我毋是袂惊呢，我毋是袂紧张，一个囝儿要甲老爸讲信仰的问题，有时真恶得开喙。所以迄暗食饭饱，有个人拢爱咧食饭，伊老爸食了，出去到客厅坐伫遐，伊就徛起来，去坐伊老爸边啊，两个人坐伫碰椅顶，慢慢耍，甲因老爸那近。伊甲伊老爸讲老爸啊，今仔日我转来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我要甲你谈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伊老爸听到即句话，开始真无自然，望里我望偏，目睭拔去边啊，伫遐伊倒撇伊。因老爸甲讲其实我人袂歹，信仰去教会是恁老母需要，我无需要。伊甲伊老爸讲，毋是安尼，我今仔日要甲你讲的，就是上帝爱你，甲伊有一个性命的关系。上帝是听你的，你会当个人来认捌伊。伊伫遐用圣经直接、真坦然，甲伊老爸来谈道。伊老爸甲伊讲连讲再搁讲，连讲再搁讲，就爬起来入去伊的房间。当时米尔伯的心，伊无放安尼就煞。伊等于到厝了，伊继续甲上帝求讲上帝啊，你毋通互即个时间拖太久。我听我的老爸，你嘛听我的老爸。有一日，伊敲电话转去厝诶，甲伊父母讲学校派我到旧金山要开会，所以我要转去厝诶住3日。上帝安排真正奇妙。伊转去厝诶迄3日，因教会又办一个报道会，所以转去厝了，迄暗伊带伊老爸老母做去教会。上帝伫报道会内面，圣神感动伊老爸的心，互伊伫遐扬化。当牧师讲，你若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就这位上帝来保守你一生的，请恁勇敢行到头前。伊老爸竟然徛起来，行到头前，老母嘛对出来，伫边仔伫遐流目屎祈祷。第二暗，伊老爸搁去。有一个小弟拄退伍无偌久，老爸嘛招伊去。当讲道煞，牧师讲，伫会中若有你的亲人朋友，你真爱带因来到主的面前，请你行到伊的身躯边，将手放伫伊的肩胛头，带伊出来。伊老爸徛起来，带这个细汉囝来到头前。第一日信主，第二日就遐尼关心伊的囝。第3点，你爱互上帝使用，无有一件代志比你互上帝使用会当互你更较大的兴奋。伫迄段期内面，伊捌见证一段真感动人的故事。伊讲世间无一样代志比你奉献互主耶稣使用更较欢喜的。伊讲你趁钱的喜乐一时就会过，你成就的喜乐卖过去，总是当你互上帝使用，当你带人归主，迄款喜乐是久久长长的。伊讲伊伫UCLA教册时，伊的厝开放，互一寡大学生伫遐来举办查经会。有时伊嘛会招待这学生伫伊厝食暗顿。有一日，有一个学校足出名，敢若叫个选手。来参加迄个查经会，这个选手还未大学，还未毕业，总是真侪职业的橄榄球队就已经邀请伊加入。所以迄暗伫查经会时，伊甲即个选手来谈信仰问题，总是迄个人甲伊讲教授，我今仔日是陪我的查某朋友来，
宗教对我无兴趣。我对拍球，只有对拍球有趣味。球是我的生命，我的世界只有球，只有球。总是伫遐 ，Bill Bright 问伊一个问题，来拍动伊的心。伊甲伊讲，有一日，设使你的骹若断一支，你无法度搁拍球，安尼你的人生要怎样？伫遐迄个青年人，伊醒悟起来，伊等于到厝，一直咧想即个问题。有一日，我的骹若断一支，我无法度搁拍球，安尼我的人生要怎样？所以第二礼拜，伊搁倒来参加即个查经会，伫遐 Bill Bright 带伊来决志信主。所以即个球员，伊毕业了，伊就一寡球队要来邀请伊，因拢甲辞掉。最后，伊去读新学院，成做牧师。后来，伊成做雷根总统的牧师，伫华盛顿 D.C. 牧会25年。伫雷根总统就任典礼顶面 ，Bill Bright 伊受邀请参加。伊讲伫迄日主持整个就任典礼迄个聚会，嘛是较早伫个家庭查经班伫遐信主的。迄个人，迄个学生信主了后，伊真追求，后来伊伫国会成做一个众人所尊敬，真有能力。嘛用上帝真理引带国会议员的一个议员，伫雷根总统就任典礼顶面，伊伫遐主持。迄个正做牧师的球员，伫遐带领全国百姓祈祷。Bill Bright 伊受邀请坐伫贵宾席的顶面，伊讲迄日伊坐伫台顶参加迄个就任礼典的时，迄个喜乐伊无法度形容。因为伊正做上帝器具，因为伊相信献互上帝使用的人是世界上有福气的人。有一个老妇人，伊捌做一个见证，伊讲伊是世界上戆的人，伊囝儿大学读医科，毕业了，伊囝儿甲伊老母讲要读新学院。伊老母甲讲袂使哩，是安怎爱读新学院？你做牙科医生，你会当替人车喙齿、补喙齿，啊患者坐伫床顶，伊要走嘛走袂去，你阁有钱通趁，是安怎要去做牧师？这个囝甲伊老母讲，老母，上帝呼召我，我有感动伫我的心，我感觉献互上帝使用，比做牙科医生较好。我有迄个感动，所以我要去读。什么人会当互上帝使用？献身互基督，做伊的奴仆的基本信念，是因为你相信这是上大的应允。无论上帝选调你是正做专职的侍奉，还是你教会内面当中职，还是你工作场所，你拢会当来侍奉伊。你拢会当用迄个恭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相信你是世界的君王，你是元首，你是活活的主，我愿意将我的性命献予你。扫罗伫遮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是之水，我着怎样做？我嘛咱通过会知去的信息，对咱拢有帮助，关心咱的亲人，甲主建立个人的关系。将你的性命献予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逐世代兴起一个人，负担伫传福音的使命。你今仔日竞选阮，阮相信你伫阮的身躯顶，嘛有特殊的意义。阮恳求你，通过会知去的信息。阮搁一遍知，阮着怎样做？阮搁一遍知，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愿这个信息，愿上帝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344首，救主耶稣愿你来听。咱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咱同心用同心服的心，三个用同心服的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咱是来看报告。教会消息第一点，咱本礼拜三的查经班，咱所要查考的圣经是《路加福音》十一章。第二点，下主日是本会文艺团队的奉献主日，咱请兄姐为着这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三点，本会要定伫7月12甲19两个主日来举行今年度的正月甲6月的报册的检查，请团结机构准备好资料来受检。第四点，本教会要定伫8月初9第一主日第一个礼拜堂台语的礼拜中，要来举行洗礼甲更新礼。咱7月12到19第一堂的礼拜三要参加基要真理的课程，8月初2要参加问道会。咱第5点，庆祝本教会大礼拜堂的建堂的100年，协会甲历史的小组有举办信望爱如风伯文典的特展，时间是6月初7到7月26，地点伫101的展场。咱的展览的明信片，请自由奉献。第6点，要庆祝本会大礼拜堂建堂的100年，6月21主日迄个下午2点到4点，咱本会有邀请维生乐集共同来举办聆听维生的音乐会，地点是本教会大礼拜堂。第7点，6月28主日要举行本教会建堂100年的联合庆祝礼拜。迄一天咱只有一堂的礼拜，是上午9点开始礼拜。第8点，要庆祝本教会大礼拜堂建堂的100年，6月28主日的下午3点到5点，本教会的圣歌队儿童主日学，阁有小弦乐团、青少年牧区福利士班、手琴团，要共同来举办建堂100年传唱99的音乐会。地点是伫本教会大礼拜堂。好，以上报告。咱刷入去，请牧师来介绍咱客。牧师手中无新来兄弟姊妹遮名单，我来介绍。伫1981年，宜兰一个退休典乐长陆国栋，伊来创设更生团契，就是专门关心全台湾遮个教育内面遮个修行人。后来黄明正牧师来率接即个机构，到即摆因伫全台湾有17个区会。今仔日因迄个吕安肯传道师带因即个团队9个人来到伫咱中间，甲咱做伙做礼拜，请恁站起来。好，请坐。多谢因伫教学所做事工，引带真侪遮修行的人、受刑人会当接触到福音，会当真做上帝的囝儿。因需要经费，所以今仔日第一场礼拜了，伫咱教会边仔遮，因有带遮个因的遮个义卖水饺，也是卤味，也是有果干，真侪物件，咱等会使来遮看。甲因交关，真做甲因的帮赞，愿上帝祝福因。好，多谢。咱做来读本周的金句。本周的金句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1到12节。我先读一解，然后咱做伙来读2解。伊就是圣经所讲，恁遮的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。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奇迹，耶稣以外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，上帝无赐别的名，互咱通倚靠来得救。使徒行传第4章11节到12节。好，咱做来。伊就是圣经所讲，
恁才会起厝师傅所起杀的招，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奇迹。耶稣以外，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，上帝无赐别个名，通赖靠来得救。使徒行传第4章10到12节。好，搁一解。伊就是圣经所讲，恁才会起厝师傅所起杀的招，已经诚侪上重要的奇迹。耶稣以外，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，上帝无赐别个名，互咱通倚靠来得救。使徒行传第4章10到12节。咱三个来吟祝福册卷的诗歌，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吟诗线请牧师祝祷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，但愿救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帮赞，甲恁每一人三个地地，直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